望稳的人，第一节，耶和华是安稳山寨，邪恶畅行刀忝所在。经历的人感谢满心内，主用伊实果热坎，绝对无着惊受灾害。信伊的人会看起主荣耀。第二节，耶和华是坚固石盘，风雨打来，安稳徛在。经历的人懊恼称心底，主用伊安慰扶持，绝对无放弃受攻击。找伊的人要进入主安息。第三节，耶和华是我的关台，牵我稳当，走关山顶。经历的人敬拜献无停，耶和华以力尼斯，绝对无缩底变软弱。靠伊的人就袂至到见效。第四节，耶和华所赐的福气，绝无加添担心挂虑。经历的人是我抢无离，主用伊大能手骨，绝对会守护是恩慈。对伊的人赢得胜冠冕。